白沙屯妈祖伊乱桥经过所在，拢有真侪信众拜咧祈福，度一个小姐。今日是呢，载因亲人的衫裤归入妈祖乱桥的头前，希望讲妈祖的乱桥会当回呢软桥卡，也是呢挖更加舒服。伊一直咧伫涂骹咧磕头，磕到头壳拢整起来，感动边啊所有的信众。另外有一个头毛脚白老太太嘛，想要拜咧软桥卡，伊含过咧扶一个挂目镜查甫人拒绝，这查甫人佫出力杀这个老太太，互这个老太太险险啊跋倒。 真侪信徒排热热长的队伍，已经准备要归入来等白沙屯妈祖乱桥过来免软桥卡祈福。过程内底一位头长白细细阿嬷，翘久行动无方便，有亲戚朋友陪同，伊嘛想要来到队伍内底等的软桥卡，想要到穿白衫挂目镜查甫人徛起来，伸出双手甲阿嬷为队伍路口塞开，老嬷徛袂在，先嘛倒向下，亲戚朋友赶紧将伊扶好，才无摔倒。队伍一直向前，老阿嬷佫戆戆啊徛伫咧原地，一个查甫人看到阿嬷，赶紧将伊入来到队伍内底。 查甫人甲阿嬷杀开过程，拢靠直播放送出去。真侪人认为，虽然插队毋对，毋过敢袂当好好讲，嘛认为拍人就是毋对，无应该出手，用手骨甲人杀就是毋对。 白沙屯妈祖信仰成真侪信徒跟队进香，阁有这位小姐，伊跪伫咧大路中，摕粉红啊色的牌匾，内底敢若是伫穿迄个衫裤，伊直直向妈祖乱桥跪拜磕头，伊的头毋是磕伫咧牌匾顶，是磕伫咧点啊高路，顶高高的路将伊下头弄甲红个笑，伊嘛是无停止。 妈祖乱桥就伫咧伊的正头前，四周围的信徒嘛伫咧甲这位小姐加油赞声，希望乱桥会当家斗加持。不过乱桥无向前，一个转弯离开。小姐虽然无软桥桥卡，不过伊虔诚为处理的人祈求平安的心，感动现场所有民众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